继续要来讲减肥甲血型到底有啥物关系呢？美国自然疗法一个真有名的医生讲，血型会当来决定减肥是毋是会成功。譬如讲，这个 O 型的人较乐天，所以减肥较袂成功；若 A 型甲 AB 型的个性谨慎小心，所以减肥较会成。也毋过，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讲，不管血型如何，这食落肚的食物才是减肥上重要的关键。高工年甲过煞，大食大啉难免会较大颗。美国自然疗法的医师讲啊，其实会使为血型来看减肥成功还是失败。像 O 型的较乐天，减肥较困难；A 型、AB 型性格比较小心，较会成功。我是 O 型，小到大都在试，但是还是一样的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也是 A 型的人，个性比较严谨吗？这位自然疗法的医师佫分析讲，会使看血型调整减肥的办法。像 O 型人热爱新挑战，适合做极限运动；若 A 型的较小心谨慎，会使做瑜伽。医生嘛讲，确实有统计 ，O 型人较大颗 ，A 型人上瘦，不过减肥甲血型无关系。我不敢说他无稽之谈，可是他假如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微弱的角色，比较大的角色是食物的热量、你的体能活动度以及肠胃道的细菌。医生讲，想要减肥，头一件就是要食到物件，加油、减糖、加运动。血型毋是决定一切，有耐心甲毅力上要紧。